咱家开车的人会感觉讲，若别人开车吼，个不知吼，阮的司机不知紧吼，但是拢伫迄个速度的内底，所以伫边仔吼，因为惊伊家己吼，大家拢困了了吼，啊无人陪伴，所以我伫边仔吼，抑个吼提起精神吼。那倒转来吼，伫迄个来去的中间吼，出去6点，暗时转来暗时6点啊，安尼几点钟？12点钟啊吼。啊想讲哇，要来身躯啊准备讲道了吼，啊今仔日吼较早困者安尼吼，啊所以11点哦，也比较晚了啦吼，想要早一点睡安尼吼，结果哦倒来都无偌久，咱的文成长就电话来。我若讲半暝接到电话，知影讲毋是介好的吼，所以拢有心理准备吼，拢有心理准备吼。就祈祷讲上帝啊，你互我开力吼，因为拄啊倒落了开始规工安尼啊，实在是戆戆死啊吼。不过起来做一个祈祷，讲上帝你全副的战甲互我穿，救恩做我的头盔，公义做我护心镜，真理做腰带，脚穿平安福音做的，信心做我的盾牌，上帝你的话做我的啥？恁拢无武器哦。上帝的话就是啥物？圣神的啥？宝剑，宝剑啦。所以穿穿全副的战甲要去迄个啊，可能充满做这黑暗关系所在，包括殡仪馆嘛，爱去病院啊，处理啊，送去殡仪馆啊，半暝到1、2点啊，转来已经透早2点外。所以你需要祈祷，需要上帝开力装备帮助你，互你安怎袂惊吓，互你会通祝福，互你会通安慰遐个贵族。其实伫2天前就甲陈工做伙去到伫家护病房，伫遐来看咱的兄弟，为祈祷。医生嘛讲检查有要拔管，要安怎？总是迄天无就为祈祷，总是我心里有一寡准备啦。特别伫即个冷即个天气寒冷伫交替过程中间，常常咱的年长者爱注意，好无？拜托恁衫加穿挂牧师最近较无用实在是讲上帝互咱的电，咱爱固守穿好烧。爱水话就毋惊流鼻水总要穿好烧所以这上帝互咱的，咱家己爱固守所以第四个，上帝赏赐互咱的做这恩赐是包括啥物？伫你软弱的时阵，有互你开力；伫你兴痛的时阵，来保护你，互你会通食乐乐所得到的。过来就讲上帝互你的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第六种，上帝要叫咱知影。叫咱知影你是啥物款的人，你是有福分的人，你是有五万的人，是甲犹太人伫耶稣基督内底同合一，同做好事。所以今仔咱透过这个经文，互咱看讲十字架的救恩，用伊所赏赐互咱的信心，伫遐来拍开你所要领受这丰丰富富的基业。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就是伫咧。我甲上帝安怎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上帝话无离开伫咱的心念起咱会讲，为什么遐尼要紧？第二是换的人甲人的中间讲，亲爱正信徒，保罗伫遮写批互遮所附近的遮人，要毋望因传落即张批示来传落。伫当时有当时信仰问题、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所以要毋望讲因人甲人的中间有信心以外，对上帝有信，对人有听。所以尾仔的祈祷内底讲，我看见恁的信心，就信耶稣；我看见恁的听心，就是亲爱敬圣道。信心甲听心是咱生活中间需要的。所以伫遮第1章到第3章内底，咱看讲
上帝甲人的关系，有圣神伫内面咧同工，互咱捌即个救恩。也透过讲道，透过你的单独的主，你的单独会主，你读圣经，互咱知影讲，哇，真理咧讲啥？即个福音好消息咧讲啥物？然后，互你知影讲，我毋是靠着做好事做这的功德来得到救，我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会当称做义。义的意思就是讲，我本来有罪。但是耶稣帮咱付，本来有一个赎金，我捌看过一张即个电影讲绑票通缉令，即主角伊的囝儿去绑匪伫遐来绑票，就会爱迄个赎金，所以你着爱准备迄个赎金赎回伊的囡仔安尼所以伫遮咱看耶稣有着咱付上即个赎回的即个钱quyền。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安尼通伫耶稣基督内底，保罗咧写互加勒太，也是写互因遮一寡遮书批信内底讲，伫基督内底，恁就诚做自由的人啦。所以自由的人，所以当你得到救恩，当你领受了4章到6章，就是咱最近咱会拢看以弗所所以甲人的关系中间，就透过小组，透过你的关心，透过昨可能落到伫新营参加咱细城兄素贞长老的大家的这个别礼拜嘛伫迄个影片内底看讲，哇，伊妈妈是真热心伫教会、伫双联大学，也伫这社区的事工。伊嘛负责教会大大细细咧点名，啥物人有来做礼拜，无来做礼拜，嘛诚做精英牧者的好帮衬。咱讲这个人为啥物无来？无来有啥物原因？是毋是身体有各样受软弱的所在破病，还是安怎？因为你了解讲伊的状况、伊的状况，才会当去甲关心。所以你也看伫遐人甲人的关系，是对来甲上帝，对外甲人。所以咱也透过冬令营，拄咱有一寡遮家长来因可能头一遍入来教会，嘛有遮家长欢喜来做志工。这囡仔大部分拢毋是教会囡仔，但是看见咱这青年因奉献因的时间、因的能力、因的疼心，你知影要甲这囡仔做伙，你爱有安怎？真大的体力、耐心，对吧？爱教导因。我嘛伫遐看讲，遐囡仔揽甲咱的青年揽调的，表示啥？伫迄个几工的冬令营中间，因甲因有真好的关系，所以得到囡仔的信任呢。所以因真够带这囡仔，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咱得救了，咱要真做人受因束缚管道。所以以弗所，咱大概经历前半段就是对上帝，后半段就是甲人的中间。所以伫生活这个信仰是活出伫咱的生活内底。伫迄个困苦需要安慰的中间，你参与，因的心会通得到安慰。所以我甲家属讲，咱的亲人过往教会对头到尾拢会伫遮来协助帮助，所以恁会通安怎安心。所以伫因无拄着为人，毋捌拄着亲人的死时，因毋知要安怎。伫即个中间，你也看，你的参与，敢在伫安慰礼拜也好，敢在伫迄个个别礼拜，伊的心得到感动。伫遐囡仔中间嘛，也无信主的所以咱会通透过即个丧礼，伫即礼拜拜六，咱有举行啥？知无？拢毋知哦。婚礼结婚礼拜咱的用瑜伽要伫遮来结婚要来透过礼拜嘛足无简单，你知无？因为男方无信主，但是愿意来到伫教会，这就是一个稳定。所以你我的参与，你知无？是一个祝福。上帝就要祝福，互顶回伫订婚已经甲即个男方的亲人接触，嘛感受到真好，这方式真好。咱毋望会当伫礼拜中间，互因感受更较好。伫礼拜内底，因为有你的参与，对吧？
所以透过人甲人接触的关系，毋是因为讲即个甲我有较好的关系，即个阮的小组，所以我来参加。但是即摆，即个就是要互咱扩大讲，无论我甲有熟无熟，无熟的搁较安怎，搁较爱参与嘛。总是咱的习惯，我安尼观察吼，即个吼，若较伫教会活跃吼，活动吼，咱参加的人就济啦。若较毋捌的吼，咱安怎？拢无啥参加，就是安尼。我发觉即个问题，踮咧提醒咱，愈无熟愈爱安怎？愈爱参加，互伊愈熟悉咱，咱愈熟悉伊。咱有法度伫遐来关心嘛？特别伫遐的丧失亲人的哀伤中间，愈需要咱的参与。所以教会的做者，就是互咱知影讲，咱伫基督耶稣内底，咱诚做是一个有毋茫的人。以外的时阵，咱知影圣神来感动咱，知影咱有一寡是撒旦偷的去，一寡是撒旦抢袂走的。咱免甲保护掉的，然后咱将即个福气来分互人。我想咱做伙来思想讲，撒旦要偷啥物？伫咱甲上帝关系，创世纪一开始创造世间了后，因为上帝就特别甲交代。我甲你交代吼，而且交代啥物？咱做来读来，绝对福音人讲，上帝拣有影公园内一切的树，恁拢毋通食吗？上帝敢有讲过吗？有甲恁交代好吗？啥物会通食，袂通食？来做来，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伊。也毋通忘伊行了会死，绝对福音人讲，恁无的确会死。因为上帝讲会死，绝就讲无一定会死。上帝就讲安尼，魔鬼撒旦就调工伫遐讲反面的话，所以伫遐咧破坏咱甲对上帝的话的一个信任哦。第二，咱看讲要破坏人对上帝的倚靠。本来咱倚靠上帝，上帝甲安排咱住伫即个爱莲园，总是蛇就要伫遐安怎要破坏人对上帝倚靠，讲你会通亲像上帝，你家己就会通做上帝，会通伫遮来分别好歹安尼吼。所以对安尼，你也看讲魔鬼撒旦就是要破坏人对上帝倚靠，讲你会通靠你家己，你会通亲像上帝共款。咱看讲，毋是干那安尼，搁进一步，就是要伫遐来破坏人即个属灵的性命，因为咱有带上帝的形象伊就是要破坏，互上帝生气，互上帝无民主啦吼。所以咧，说来读来，出来毋是爱偷，爱刣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吼。这是魔鬼撒旦来要偷、要刣、要灭无。耶稣来就是要安怎？要互咱有活，活得搁较安怎？丰丰富富，无共款的人生吼。所以你亲近对一个方面，你就得到啥物？你亲近另外一个，你就有啥物款的结果吼。所以伫遮咱看讲，拍歹、毁坏，这是对手魔鬼撒旦伊要做，伊要伫人的中间。所以顶回有讲，阮咧做一寡遮协谈的时阵，伫协谈的过程中间，现代人愈侪就迄个声音讲，你死的较快活，你活伫即个世间无啥物路用啊。常常有遮个伫咱的兄弟姊妹，也种伫遮要客诉内底讲，我内底有迄个声，定定安尼来讲定定安尼来讲。上帝，咱的主会安尼甲你讲袂？袂安尼甲你讲嘛？耶稣爱咱的，就是互你的活命活得更较丰富啊！耶稣爱你的活命是好好伫遐来管理嘛。总是魔鬼撒旦毋是安尼，常常就有迄个微细声对你的思想感情伫遐来控制。所以保罗写配合哥罗西的遮附近的教会，遮的信徒，伫迄个批信内底，就咧讲起伫呢生活内底，就有一寡遮问题。伫欲念的问题，伫偶像的问题伫中间贪心做淫乱的问题遮所以保罗写互因，就是讲恁伫生活内底，伫信仰内底，恁爱注意袂使互遮的异端邪说伫遐来影响恁所以
这几项就会互生活无自由，一直到伫毁灭人的灵魂。伫路加福音伫16章内底有写一个故事，就是讲财主甲列撒罗的故事，捌听过无？哦，财主真好囝，伫世上活地的时阵，安怎车花宴乐哦，伊靠家己，伊伫遐想讲要伫遐来建立伊家己的一个王国。总是迄个乞食猎杀咯，伊敢若食伊桌顶落落来，伊敢若伫遐来讨食吼。总是平平的人拢爱面对死亡，伫死亡的过程中间，猎杀咯坐伫亚伯拉罕的祖的形象。总是这个财主从落到伫阴间，落到伫迄个深渊的中间哦。伊就看，哎吼啊！我有权有势有钱吼，我哪会安那落到这个地步吼？啊！猎杀路伊做乞食，哪有法度去伫天堂的所在？所以就讲，拜托啊，无叫猎杀路吼，用镜头揾一个水甲量我的喙齿安尼啊。所以上帝讲，袂使啦，无法度啊，伊过着迄个深渊，所以人无法度到上帝迄个所在。啊，无拜托啦，无找人去甲阮的亲人讲啦，讲救恩，讲福音啊。到尾才知影讲这个福音的宝贵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你我咱甲上帝中间，现在有迄个深渊伫遐来隔绝吼。所以人无法度靠着家己的气力，靠着家己所立志的，伫遐来得到这个稳定。所以伊要毁坏就是人的属灵性命吼，无法度伫遐来得到永远活。所以亲像财主猎杀咯，互你丰富啊，魔鬼撒旦会当祝福你啊。会通束缚你，互你伫世上检在你咧做你的事业袂通行通，总是伊袂通救你的活命，只有耶稣话。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对咱来讲，对手偷袂去的即个优势是啥物？咱来看吼。头一个就是讲，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有听见即个福音啊无？即个福音就是啥物？福音就是什么？好消息。有啥物好的消息？所以，进入到教会听福音，就是关系咱的未来。所以，拄到这个死实的问题，人就开始想啊，伊的灵魂要去什么所在？咱100岁年老了后要去什么所在？这一直是华人在想的问题。昨去新营参加这个别礼拜，其实有真侪这个因为双联大学的学员是拢社区的啦。哦，当然透过牧师的讲道的中间，互因会通伫遮来明白。总是我要甲咱讲，进入教会一个真要紧的头一个，就是安怎？要听真理，听福音。亲像这个财主甲上帝讲，你派人去甲我的兄弟讲啦，意思拢爱信主，爱信上帝，安尼爱听福音嘛。总是迄个无法度。所以伫即个世代，咱有通过无共款的方式。咱伫圣诞餐会，咱嘛邀请300外个无道的亲戚朋友，也未信耶稣的，做伙伫迄个来有信遐伫遐做伙来参加。望透过这个生命的见证，透过神奇的一刀，透过牧师的讲道，透过圣乐队伫俄罗赞美的过程中间，迄个歌词内底，检测拢会通伫遐感动因的心。后续咱会通透过邀请因进入到伫小组，所以牧师伫遮准备互这小组长，毋望讲伫迄个配套的措施方法，会通伫遮有机会因邀请继续来伫小组来伫主日的礼拜。所以咱会安排一寡遮的听福音的机会的聚会。所以福音就是叫你会通知影你是有得救的好消息。所以强调讲，恁是包括犹太人甲外邦人，所以因为上帝稳定伫耶稣基督内底，本来咱是被排除伫这福音而且稳定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听，所以互咱会当有机会听福音。所以马介博士、马雅各医生还有侪这个历代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徒也是传福音的人，因就伫咱的中间。另外，佫有真要紧哦，毋是干那靠这个使徒，佫靠啥物？你我啦，你我会通将你所听的福音，透过来也好，透过你爱分享，透过你的关怀行动小组办关怀活动，而且互有机会来参与到迄个关怀见证。
所以拜三的见证会，即个拜三的见证会，咱嘛会通对这兄弟姊妹因的生活安怎得到医治也好，得到顺遂，得到供应，得到祝福，伫遐来感动咱对即个福音的一个看法吼。所以第二就是讲，用信心伫遮来回应即个福音，透过洗礼。所以咱3月初3，咱有一个圣礼典，就是要洗礼嘛。透过洗礼，什么意义？就是好亲像咱出世的时阵，医生有出一个证明互你，什么证明？出世的生辰即个时间日月对吧？出世你真正是伫即个病院生你有一个出生的证明，你的老爸、你的老母是啥物人？你有迄个血缘、血缘的关系对无？总是咱洗礼了后，上帝就互咱有知影讲你是属上帝，你属灵的血缘，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甲你拯救。所以咱在洗礼过程的中间，就是咧宣告啥物？我愿意宣告接受上帝做我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咱，互你有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上帝的囝儿，你是上帝的查某囝，这是关系伫咱未来咱的命运。这个102岁的阿嬷伊咧洗礼真奇妙。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这上190几要叫伊信耶稣安怎？我常常就听即句话，无可能啊！你去现上帝字典内底有无可能这3个字无啦。所以圣经讲，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你上帝无恶正的事无困难的事嘛？咱来看这段影片，短1、2分钟他做梦梦到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有人来在那边。伊伫异邦的中间，两个钥匙，他让他有2支锁匙，他喜欢哪个房子，哪个钥匙，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然后他就觉得他以前不会这样子为什么这样？他就觉得好像上帝来找他，让他做预备，将来的时候他可以去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上帝已经把那钥匙交给他。伊做梦做真明，看到是光死金死，金光闪闪的这样子漂亮的一个房子。他讲到说，上帝，我问他说，你都跟上帝说些什么话？他说，上帝我是你的儿女了那我的孩子们也都年纪大了，那人生都要走这一条路希望你能够带我走你的路，让我孩子们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伫这个阿嬷102岁啦因为做一个梦啦，所以老大人爱做啥？做啥物梦？唔通做白日梦。咱要求上帝，互咱有异梦啦。所以圣经讲老大人要做异梦咱要看异象嘛，对不？所以伫遮咱看讲，因为一个异梦，上帝常常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当然，对这老大人来讲，上帝透过异梦，互伊知影讲，伫天里将来要去是安怎金世事，这个甲启示录、启示录所讲的，佫有对同呢，你知无？所以伫遮讲，上帝要互咱是黄金城，是有做这的宝玉的所以昨看伫梁山遐伊受主警调伊进前2天就先去交病房，先甲祈祷啦了后，咱昨我看，困甲足淡面的啦，真平安啦。每一遍拢是安尼每一遍看见咱的兄弟姊妹，都是真平安总是毋是逐个拢死甲足好看，你知无？有人我讲你死甲足歹看死有人才惊呀，毋是耶稣来带，就惊，就歹看，你知无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这个阿嬷102岁，你上帝无恶正的事，因为有一个异梦的中间，就互伊看见讲上帝要互锁匙赏赐互伊。这个锁匙是要用啥？用信心。所以拄我讲，听见这个好消息，有当时透过异梦，有时透过生活的见证，有当时透过牧师的讲道所以伫遮咱看未来命运是伫耶稣的手头。已经透过这个好消息，互咱
你有啥物款的选择？所以伫耶稣基督内底，有即个选择，就是讲，你会通成做伊的基业，就是讲，咱本来是欠孝的，好亲像咱无听上帝话离开，听魔鬼撒旦的话，所以就成做伊的奴才啦。所以耶稣来讲啦，伊成做挽回者成做为着咱付上代价代罪羔羊嘛，代你的罪的羊羔来付上代价了，安怎？甲你对魔鬼手头，甲伊赎回倒转来第二就用圣神甲信徒的关系，就是耶稣讲伊应允圣神要甲咱三个同在，所以咱看洗礼时牧师讲，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恁行洗礼。所以圣神是帮助，互咱知影讲啥？圣神是伊主耶稣所应允要互信徒的人咱做来读来，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刷到伫外邦，互咱对神得到所应允的圣神。所以伫神的内底，你得接受讲，我接受上帝做我天父，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圣神做我保惠师的时，圣神就伫迄中间来感动。你看，若无圣神的感动，即个阿嬷袂信主，你知无？伊无有迄个领受，检查迄个凊彩黑白梦的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透过圣神的感动，互即个救恩会通临到伫你我，就是外邦人的身上，互咱有机会来成做耶稣基督的产业。第二，就是讲圣神是信徒得到基业的一个印记甲平准平准。伫遮个印记中，你捌去买猪肉，还是买遮个肉的时阵特别拿去猪店，去猪店看的时阵因为我迄种猪仔来歹呢，就甲挂伫遐你捌看到迄个皮顶面有长啥？长印啥物？检验的即有检查过啦。总之，你若买你的物件，有像我买册因为做牧师的册足济，你知？册买来的时阵，我就有刻一粒印印就讲挡落讲博鸿藏书。这粒印挡落就表示啥？这本我的我的所有权，我有迄个权来管理。这本册我招你总是你来行我，这是我的所有权所以伫这个印记的中间，就是讲圣神在甲你转印讲，你洗礼时，甲伊转印讲，你就是安怎属耶稣的所以有一天你若安怎病单喘气的时阵，上帝收回最后一口气前，啥物人来带你？耶稣，你哪会知？你哪会知？你有转印圣神就会伫遮，已经甲你看印你目睭看袂到，总是咱是属主的。所以伫迄中间，魔鬼撒旦无法度安怎震动你，无法度抢夺你。这是因为有圣神来印记所以伫遮咱看讲，伫迄中间你是所有权是伫耶稣的身上。第二，咱看讲。这个经文就是伫甲咱讲，咱是属耶稣的无基督的神，毋是伊的人所以有圣神甲你做感动甲吸引。第三就是讲，伊圣神有一个标准这个凭据标准标准，原来意思是啥？我甲你买物件我先付定金互你。袂使阁卖人我付定金，你甲我收落来圣神好亲像一个标准共款，种你已经是属耶稣的，别人袂使甲你抢夺。所以迄个凭据原文的意思就是定银定金的意思讲先付者其他我全部会拢伫遐付掉。所以这个就是属我的。所以圣神会感动你，你是属耶稣的第三讲，你甲伊的关系是到永远伫遮圣经讲
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伫这个过程内底，你会感受到圣神永远甲你三合同在，一直同在，直到耶稣搁再来。第四种，圣神甲三合同在，感动你，互你有做这温书摘掉你咧服侍。有真侪人讲，因为拄着这困难时，牧师也是咱这中职第个时，伊会感觉安怎？安心。好像就瓦克，上帝差派来，差派你来甲伊三个同在，安慰保护伊。你袂使因为安尼，你也看我外口，咱表演也好，还是讲服侍也好，你也看足够，毋是安尼。上帝互咱的恩赐是要安怎彰显讲安怎，互伊的荣光来得到保罗。所以咱要将一切荣光归互啥？拄下咱所唱的诗歌，咱所看的圣经，其实内底就一直在提醒咱，咱得到荣光是要将荣光归互上帝。这是长老会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精神，一切归荣耀给上帝。我得到的荣耀，要将这荣耀归互上帝。后来最后就是讲，你哪会知影？你哪会知影？你有这个恩典？你哪会通晓我讲？哇，原来伫耶稣基督，我会通得到这个福气。透入祈祷，所以祈祷伫遮甲咱讲，信靠主耶稣。说保罗伫祈祷的内底，伊会讲恁信靠耶稣，所以恁会通伫遮来得到这个继承产业。就伫以弗所第1章的第5节，也是讲伫罗马书的这个第8章的17节，彼得前书的第1章的第4节。这下拢咧甲咱讲，圣神来感动你，然后提醒你，你会通继承这个产业，直到永远，迄个袂败坏的。世上咱看见所得到的，有一天拢会败坏，拢会无去，烧烧的了都无啊。但是咱所得到的这恩典是透到永远话是对手透袂去的，所以咱来掠掉这永远话。所以常常牧师会鼓励讲：你信主也袂，你洗礼也袂。咱的性命无一定嘞，医生就讲可能搁拖个3、4天、3、4天，总是无拍算。昨个后生讲，哪会遐紧？总是我心内有一寡这准备啦。其实，随时咱的性命毋是咱会通掌握的，但是你若早把握到迄个机会，我讲你毋免惊吓嘛。第一就是讲，你知影讲活伫迄个真理内底，保罗听见这个附近的教会，这个信徒，因会通活伫迄个真理内底，因信靠耶稣伫是为家信仰内底，因对耶稣有信，然后因对这个会友有听。顶礼拜牧师无伫的嘛吼，去到伫西潭伫遐主理聚会主日礼拜到有甲因开小会因当然因目前是咱的教会安尼我知影讲伫这中间有呼吁为着东陵营嘛来奉献佫有关怀据点因为咱过去有这个厂商免费来提供，所以咱过去旧年这做的时间上无省咧20-30万以上就是因为有人有迄个疼但是人晓限价嘛。透过兄弟姊妹你的疼心顶礼拜奉献差不多2万外老牧师甲我报告我感谢主伫迄个 FB 的群组内底有看见哇，咱的兄弟姊妹，伊活出伫迄个真理的内底迄个使命，就啥？你有听见需要，你有为奉献。今仔嘛有伫楼骹有为着这个司马县因着教会讲安怎，伫土石流的红色警戒区，所以着强迫因爱迁徙，所以因不得不来迁徙，爱买土地，爱建堂嘛，所以因也这检测着奉献这姜伫遮真做因咧买土地建堂的一路路用，所以检测你甲买虽然一包100块，但是检测你参与伫因的即款的建堂也是福音的事工的顶面你知影活出伫迄个真理内底，求主来帮助咱，互咱活出是个信仰互人会通得到福气，
最后，咱来看讲来回应哦。好，一个就是讲，咱常常存感恩阿乐的心，感谢阿乐，感谢阿乐，伫凡顺境啊逆境，咱拢会当感谢阿乐，像保罗上款甲西拉，因伫迄个受关家为了福音伫遮来受关家艰苦，佮互人鞭拍，互人拍的中间，因感谢阿乐，感谢阿乐，上帝关灵开咧透房，家家门拢开，靠手咧，这顶回咱有讲过。总是咱家己要做，有简单无？伫迄个面对死死中，咱佫有法度伫遐来欢喜吗？会通学落主吗？无简单啊！真是保罗，伊家己捌经过遮个困难，但是伊伫迄个过程中间，都会通伫遮来回应。求主圣神来坚固你我的信心吼，互咱的信心会通得到坚固，互咱的听心会通祝福做遮个所接触的人。今日咱透过这首的诗歌，咱要来回应主的话，求主来帮助咱，互咱的心伫忧伤痛悔中间，你捌经过互人安慰，有一天你嘛要成做别人的安慰。无需经过爸爸妈妈的死世的过程中间，所以我会通体会到迄个丧失亲人迄款的哀伤嘛。所以伫迄中间，咱会通准备，咱嘛能成做别人的祝福，成做别人的安慰。感谢，因为你的50-100，因为你的付出，互人伫伊的生活中间来拄着耶稣。兄姊妹，伫逆境顺境中间，主的疼拢无离开你，这是对手透袂去的。最后要将这个永远的救恩予你，你是毋是把握掉？你是毋是抓掉？像保罗写批予这信徒讲：我听见恁信靠主耶稣。我听见恁亲爱正圣道，咱做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伫这礼拜的中间有婚礼，过来检查，咱嘛爱参与伫这个丧礼过程中间，上帝拢要使用你，诚做祝福，诚做安慰。咱做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遐？做困巴东担，我袂堪伫你的定。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咱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遐？做困巴东担，我袂堪伫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
弟姊妹，你知影主已经永远甲你三同在，永远临到你嘛？你知影主永远要引带你行一条属天永远的道路吗？你知影耶稣无放弃你，检测你心还阁伫遐咧选择。耶稣已经为着你付上代价，定条这个救恩，三甲来祈祷。主耶稣，你一直互阮有机会，你一直在等待阮回转到你的面前。当阮临终开灯的时阵，阮会通掠条永远的救恩。你永远圣神不时地感动阮、提醒阮，你在等待阮。倒转来到你稳定的厝。检测今仔阮会因为世事的羁绊、宗教的问题，还阁伫遐咧张拄，总是你对头到尾拢无放下咱，拢无放下阮。你一直在等待阮，用你的听在等待阮。阮为着灵魂伫遐着急，阮为着灵魂还未得救伫遐来恳求你的恩典怜悯，你的圣神来感动阮的亲人，早一日会通归伫主里，互因的名会通记伫活命册顶面，互因无失去这个机会。因为阮知影阮的活命真短暂，我毋知影明仔日会拄到啥物。主圣神，你来就是要帮助阮，认捌这个福气，求你来施恩赐福，互阮伫家己有感情意志的时阵来做正确的选择。这是魔鬼撒旦无法度对阮的身躯伫遐来偷客去，因为主你听你的保守，所以阮才有法度伫遮来得到这个救恩。求你搁一遍怜悯阮，使用阮成做你祝福搁较侪人，你锁搁较侪人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你的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这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对上帝的听。为
阮感谢你，你创造阮、疼阮、养饲阮，阮感谢你，我们用你所赏赐阮的运势来伫事工中，也求主你予阮智慧来讲传你的福音，会当予阮活出你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名。即是阮奉献阮的时间、金钱，甲来做主你的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下面咱要请余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要为着贵阳师来祈祷。PPT。头一个求圣神来保守咱的心啦吼。咱为着亲人，特别亲人还未信主，爸母还未信主，咱的心会着急啊袂？哦，为着这灵魂还未得救，咧哀伤啼哭。哦，上帝要听咱的祈祷。为着定期会员和念伊，咱要求主来，互咱顺序调开。过来，我想有假期旅游吼，咱要出国，要倒转去厝探亲。求主来保守看顾咱，出入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稳定教育阮。主，你也引带阮，互阮行伫你稳定道路。嘛，主来祝福，互阮会通伫即个旅游即个假期的中间，你拢保守阮看顾啊。主圣神，你来保守阮的心，也会保守一切，互阮所做会通照主的教示，也互阮会通活出你的真理，伫阮生活。互阮所祈祷的亲友会通早日起来信主，愿主来说帮助阮，会通伫遮来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也听阮的祈祷，互阮会后悔，互阮过来新春的假期出入，拢有你的同在。互阮一家团圆，也通将你的福分分享伫阮的亲人中间，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先来介绍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头一位是黄雅静，是黄雅静，来，请你起来，阮来欢迎一下哦，来欢迎你。愿上帝赐福哈，愿上帝赐福你啊。好，请坐，请坐。第二位是吴玉珍，吴玉珍姐妹，吴玉珍姊妹，唔知有伫咱中间无？后来第三位是黄克志啊，黄克志啊，专家。黄克志，好无？啊好，其他个有嘛甲你介绍过无？若无，咱来看这周报消息吼。咱今日念伊要调开定期的会员好会吼，所以咱照小组的座位来坐吼。念伊咱来做一寡只的手册更正，因为透过作者类目睭对，也是阁有一寡只的需要更正的吼。看其咱的有限。3月初3，咱要举行第2遍的圣礼典，然后要报名洗礼啊。你有感动要报名洗礼？2月17进前，甲牧师报名，也是甲咱的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也有文成长老念伊有安尼分即个春联吼，春联吼。反正上着是咱一家一张啦吼。你若2间剩2张不要紧啦吼。总是莫讲迄个房间也大啦吼，便所也大吼，安尼较毋好吼。所以一张咱的数量有限吼。咱2月初5吼，真紧哦，咱后礼拜2就是过年啊吼。2月初5早起9点半吼，甲你的边仔讲9点半新春礼拜吼。咱过去10点吼，9点半啦，较早做礼拜煞，咱会当转去吼做咱的一寡行程吼。其他咱即礼拜有祈祷见证祈祷会吼。由第5区来做见证，欢迎咱伫即个旧历年尾吼，旧历年尾咱做伙来孝顺主的恩典吼。生命教育协会念伊有愿要开即个会员大会吼。
请咱会员好话了，留步来参加哦。咱细兄的老母心理验乡姊妹已经伫昨完成这个别的事项，愿主继续来安慰来，甲这为做三个同在。哦，咱的建农村里吼，因父的宝贝查某囝，瑜伽瑜伽要伫这礼拜六哦，这礼拜六嫁个老公好过年毋是只个老婆嫁个老公咱做伙来甲因斗欢喜啦好，其他有楼骹有这个为着司马县教会义卖生姜咱会当来帮助因。咱来读金句两遍来。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圣徒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念恁。以有所人书第1章15到16再过一遍。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圣徒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念恁。以弗所人书1章15到16节。好，这是咱要来举行这个会员好会书记来点名牧师娘，我的资料你有一张单、2张单，订正的迄张你有刻落来无？那2张。麻烦各小组长搁点名完，将你迄个出席表来交我，我做最后的整理多谢。请咱若无法度开定爱请假无咱连面无法度成会小组长，恁若点名好，赶紧摕来头前安尼咱才会当随统计人数。永城第7组 ，OK。来，请各小组长赶紧将恁点名的这名单交出来。你若是会员你无法度开，你一定爱请假大全兄，你有请假无？张大全。
麻烦第1组、第3组、第5组、第10组、11组、11组、12组，哦，有12组有了啊。好，还有17组，麻烦一下。而且。咱订立的职才人才教会，从至少一年以上，1年以上
有做一遍的礼拜过吼，但会伫名单内底，在名单里面吼。所以咱目前登录是666名吼，666名。因为咱的666名扣掉请假的那一些人数，遐人数的过半数，咱就先回吼。这中间文成顶落咧分春联吼，春联你若还袂摕吼，还袂摕因为会当家己摕吼。应到329，现在到10到了，应该是要10到，所以咱先回166。好议长来宣布吼，咱应出席的总人数是666名，请假人数337名，咱实际出席的329名，先回人数是166名，咱拍鼓表示咱的先回。好，咱来确定顶厝的议录。咱已经有提早一礼拜分互咱所以咱来手册吼，请咱来确定顶回议录。咱来掀开第6页吼，咱第6页顶去年2018年定期好月的议事录的第6页，议事是第一项。接纳2017年事工报告甲决算案议决，会员沈世成提议接纳，会员张永成副议在场会员同意接纳。第二，审核2018年事工计划甲预算案议决是会员王义军提议接纳，会员康佳瑜副议全体会员无异议接纳。第三是选举2018年。查校委员议决是长老柯文成提名许秋华，经长老柯文杰副议，长老陈延秀提名陈思雅，经长老陈丰盛副议，议长精纯在场会员无异议通过。议长宣布2018年度查校委员由许秋华、陈思雅担任。以上。好，咱继续来看2018年10月7的临时会员好月议事录。咱看第4项议事的过程。第一个长老选举第一次，选票发出352票，收下352票，有效是342张，无效票10张。议长宣布曾凯安得票超过出席会员人数的半数，中选长老任期4年。对2019年到2022年。第二，长老第2次选举，咱看第4点，议长宣布李芬霞得票超过发票数的半数，中选长老任期4年，2019年到2022年。第三，长老选举第3次，咱看显贵显咱后壁第8页，议长宣布许淑成、陈立志。得票超过发票数半数，中选长老任期4年，2019年到2022年，并且结束长老的选举。第四，这次选举第1次，发票是352张，收下352票，有效票343张，无效票9张。第三点，议长宣布，
李章玉、邱秋元、汪炳宏、许书成等4名得票数超过出席会员的半数，其中许书成已经中选长老，无列入迄个执事中选名单，所以李章玉、邱秋元、汪炳宏等3名当选执事，任期4年，对2009年到2022年。第5，执事选举第2次。咱看第4点，议长宣布张木轩、陈宏满、谢秀凤等3名得票超过发票数的半数，当选执事，任期4年，对2009年到2022年。以上。针对这个议事了，有啥物订正爱订正的无？无啦吼。OK， 好，安尼就确定这个议了。哦，咱来进行咱的各单位的报告。像咱念面吼，若讲2018到2019吼，2018、2019吼，你若是共款的迄部的吼，请你就是吼，一个是时间报告吼，一个是时间计划吼，安尼好无？安尼节省时间啊，莫搁起来落安尼。哦，你若是共步，咱当时报告念面甲来做议事的接纳。咱来小会报告。咱就接线啦吼，接线各单位吼，各单位请你要报告的人，你就来遮。原则上咱无搁再搁说明，除非爱订正，要订正的吼。你着起来台仔顶，看若都有要订正的吼，来订正安尼。若无吼，因为咱提早1礼拜，主要互咱看吼。小会报告咱看32页，毋知各位会员兄弟有啥物需要提出无？来小会报告第32页。如果无，咱就继续。好，若无咱来中执会报告吼，请咱来看36页。那个感度稍微小一点。36页到37页，针对中执会报告，毋知有啥问题啊无？好，若无咱来看成人牧区。成人牧区了，请成人牧区准备吼，儿童牧区吼，来。咱要报告就伫顶悬。2018年的成人牧区的事工报告，最重点是新的一年，2018年的小组有倍增一个小组叫喜乐小组。2018年的小组的平均的次数是43次吼，小组组的平均的次数，而且平均的这个人数是185人。而2019年的中间，事工计划最主要是第47页第47页有转变小组。会当鼓励，就是讲咱的小组用伫即个星期5，最主要是讲有咧上班的遮个人会当周休2日，会当礼拜5的聚会中间会当搁伫迄个所在较有时间较充足的时间伫迄个所在做小组的聚会。毋茫咱的教会咧成长，会当搁较侪人来做即个小组长。副组长甲属灵家长来受训练，我相信教会上界祝福的就是这个小组长，因为伊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去家庭得到祝福，所以鼓励咱会当来做属灵家长，还是副组长，还是小组长，特别是小组长。以上。
好来，针对声音牧区的有啥物问题啊无？好，谢谢。来，青年牧区、儿童牧区，请预备。青年牧区的报告伫咱手册51页的所在。2018年的青年牧区报告，主要咱的青年牧区是负责拜六的礼拜的事工服侍，以及咱的青年小组拢有4组吼，伫2018年有4个小组。咱掀开也是无问题，咱会使掀开57页2019年青年牧区的计划。伫遮组织顶面除了有区长以外，吼，咱2019年有增加副组长，吼，副区长，吼，如山技术。伫青年小组的部分，对2018年有4组增加1组，吼。咱的小组主要是有社青，吼，大专研究所以及国中、高中遮的学生来参与。咱有增加1组是伫国中甲高中的部分。伫今年度的目标，就是爱来教导咱遮的学生、社青彼此来服侍、关怀甲造就，互咱的小组人数会当倍加，这是咱的目标。以上报告。来，第53页有需要订正的吼，有需要订正的，请咱家己来。来，针对青年牧区有啥物款的几位爱订正吼？好，若无谢谢，请移动牧区。移动牧区的报告伫65面开始吼。2018年，阮是叫做儿小牧区吼，是儿童甲即个青少年的部分。2019年改做儿童牧区，安尼较专注伫即个国小以下的儿童身上吼。咱今日礼拜中间，咱有看到咱的冬令营的即个小朋友伫咱的中间来献诗吼。对儿童牧区来讲，冬令营甲夏令营是阮真重要的一个事工吼。伫今年的冬令营，咱拢总有41位的小朋友伫咱的教会中间来出入。对顶礼拜一直到后礼拜，因伫教会中间来活动吼。暑假中间，咱嘛会举办夏令营。伫过去几年，阮拢是每一年拢差不多有150位的小朋友，志工差不多有70-80位伫即个中间来出入，会当引带社区。